海關首次發現有人以流動倉嘅方式向水貨客供應奶粉帶到內地，喺行動拉咗10個香港人，佢哋涉嫌走私奶粉。海關嘅反走私奶粉行動星期5同埋星期6一連2日進行，檢獲咗110罐俾3歲以下嬰幼兒食用嘅配方奶粉，總值大約27,500蚊。佢哋咧係利用轉變策略，聘用咧就大批嘅水貨客咧就喺香港走私呢啲配方粉分翻去。咁佢哋點樣做咧？就係每人咧就係每次帶2罐，有部分咧可能多啲啦。佢哋就每日多次咁樣，就喺唔同嘅口岸咧帶配方粉離開香港嘅。海關話行動入邊拉咗10個香港人，當中8個係水貨客，另外2個人涉嫌喺上水港鐵站附近停緊嘅一架輕型貨車嗰度，將車上面嘅奶粉供應俾水貨客。呢宗係我哋首次偵破嘅流動倉嘅一個案件嚟，進行咗呢啲緊密嘅跟蹤呢，就成功咧將3個團伙，包括咗咧係帶配方粉嘅水貨客，同埋咧背後供應呢啲配方粉俾佢哋嘅主腦咧，我哋咧將佢一網成擒。海關話會檢控水貨客企圖出口禁運物品，咁至於供應奶粉嘅人就會控以協助運送禁運物品。無線電視記者林子豪報道。